弟兄姊妹，今日所讀嘅經文係利未記第1章第1節至17節，主題係上主教導子民獻五祭、燔祭。作者喺利未記第1章記載，上主喺會幕裏面呼叫摩西，指示摩西要同以色列民講點樣將燔祭嘅祭物獻俾上主。如果有人要獻燔祭俾上主，無論係獻牛、羊或者鳥類，祭牲都必須要健康，冇殘疾嘅。獻祭者必須親自將祭物帶到去會幕面前呈獻。若果係獻牛或者獻羊做燔祭，獻祭者就要親自宰殺所獻嘅動物，同埋將祭牲切成一塊一塊。但如果獻嘅係鳥類，就要交俾祭司，將鳥嘅頭扭斷。祭司要將所有嘅祭肉連同內臟全部獻喺祭壇上面，同埋要將燔祭嘅血灑喺祭壇嘅周圍。呢個就係獻俾耶和華馨香嘅火祭。反省問題。作者喺利未記第1章記載，如果有人要獻燔祭嘅時候，所奉獻嘅動物必須要係健康同冇殘疾嘅。咁你每次奉獻俾上主嘅時候，包括時間或者金錢，係唔係都奉獻你生命中覺得最好嘅呢？